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初10。约拿书2章7节安尼讲：我的性命强要无去的时，我想起上主。我的祈祷进入你的圣殿，到伫你的面前。三角来祈祷，互阮祈祷到你面前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充满信实甲公义的上帝，你是满有怜悯甲温慈的天父，主啊！你有施恩伫地上，互敬畏你的人，也将受苦甲受压迫的人解救出来。主啊！你有赦免阮一切的罪恶，撤销阮浓重的罪过，所以阮要专心学乐甲感谢。主啊！求你暗时间听阮应阮，因为阮是困苦散赤。主啊！求你怜悯阮，阮的心忧苦的时，你要暗时间听阮恳求的声。主啊！阮的性命强要无去的时，阮想起上主。阮的祈祷进入你的圣殿，到伫你的面前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